来思思念念的彼天，离开故乡已经有5冬。心爱的人敢有嫁别人？想着心情煞来陪我咧买轻送。为你为爱出我汗脚梦。 你敢学我来了戆工？山边甲海誓，无人咧放空。对你的真情，对你的真爱，敢要变成一场梦？记得来了解，我是行船的人。 不是失恋的人。转来思思念念的彼天，离开故乡已经有5冬。 真爱，敢要变成一场梦？记得来了解，我是行船的人，不是失恋的人。 山边甲海誓，无人在放空。对你的真情，对你的真爱，敢要变成一场梦？记得来了解，我是行船的人，不是失恋的人。 哎呦，乡亲啊，你好！咱有当时啊，社会上哦，足侪人哦，拢唔知影讲家己有啥物缺点，啊，拢常常要讲别人啦。啊，大家遮吼来伫咧厝边陪咧相气，唔是你甲看今仔日个俗语剧调。乌良，胖胖，钱啊，啊你去甲恁后生回去啊，无了啦？有啊，三个拢去遐看起。嘿啦，啊有个咧吵，啊嘛有个咧上课安尼啊。讲实在啦，啊三个吼，啊做一届用掉的吼。是讲无要紧啦，恁若翁仔某若是无伴哦，阮若有闲吼，一定拨阮宝贵的时间来陪恁啦。对啦，啊有影恁若实在歹命，啊生甲三个，啊一困啊三个拢互掠去关。
迄个大个听讲判8年哦。啊，毋过4年就会当假释啊。第二个迄个勇啊，听讲判12年哦。那阮8年就会当出来。上可怜就迄个细汉嘞，听讲即摆调外岛啊。什么调外岛哪有啥可能？去学功夫呢，咧学目工呢，后边将来吼出来当做目睭师傅呢，恁敢有才调？对诶，等恁敢有才调？等生到迄3个查某囝，嘿，查某囝是安怎？你查某囝大家拢嘛是厝安尼，足水的啊。对啊，水啊，都拢种落因老母啊。迄大查某囝18、9岁，把我压的就对人走。啊，你若要对人走，安尼对一个较有诶，对迄款老黑啊，笑死人。啊，第2个啦，哎呦，开珠宝的时阵就教人有心啦哈，迄踮外口咧做老师啦，生出来迄囡仔头长金的啦，皮肤乌的，哎呦，笑破人的嘴。哎呦，正经的啦，哎呦，可怜啦，你唔正经吼，整死人做失德代。迄第3个讲要做什么电影明星，去共拍甲迄款的电影，敢会好高路的，教歹囡仔大细啦，什么限制级啦，儿童不宜观看啊！下戏下贱。是咧，安怎？生查某是咧歹哦，看来你无法度啦，生3个查甫都无咧管啦，做老麻啦，安怎？阮拢管出来就改啊啦。改啊，改你真久咧啦，改。像恁咧啊，你有什么查某囝？安怎？唔是啊，奇怪呢，恁两家伙咱定咧玩是咧玩安怎啦？什么笑阮囝咧用乖啦？你是安怎啦？我什么？阮生3个查某囝，什么？啊，读册遐着大巴肚，什么咧拍电影名字拍到限制级的咯。哎呦，大家厝边头尾唔着较好气咧。那像你安尼玩来玩去哦，这甲一句俗语就拢共款啦。什么俗语啊？讲叫做久笑比无尾，比笑久无皮。